兩邊腰骨痛，跟住冇理你咁啦。到第二朝早起身嚇，哇！成隻腳唔喐得，瞓住又瞓咗2個幾3個禮拜啊，直頭坐都唔得啊，食都係人哋餵喎。嚟呢度之前我有去睇西醫，有去打針，亦有去睇政府醫院食止痛藥嘅啫，都係冇效啊。再唔得就去開刀，開呢個尾龍骨呢度。不過一掉咗我頭一次嚟係去扶住人先入得到嚟㗎，跟住整咗呢個吊床，可以行住翻行上車啊，成個人都輕鬆晒啊！我到翻屋企都冇痛過，踎低冇問題，而家可以踎低，可以起腳，鬆下可以啊。我會介紹佢哋嚟啊！如果有咁嘅情形。